好多人喺開始練習靜坐、站樁、氣功或者任何一種修行法門之後，都會遇到一啲嘅感覺，例如身體某個部位發熱啦、發麻、眼前見到光等等。呢個時候一個關鍵嘅問題就係呢啲感覺係啲咩嚟呢？我應唔應該去追求佢哋呢？答案係都重要，但係唔應該去追求呢啲所謂嘅神秘體驗，只不過係過程中嘅副產物，絕對唔係目標。我哋真正應該追求嘅係實實在在嘅生命轉化。咁點解話追求神秘體驗係個大坑？第一，佢哋只係副作用。當你開始正確咁鍛煉身體，身體氣血會變化。當你開始俾個心靜落嚟，大腦神經嘅運作模式會改變。呢啲變化產生一啲特別嘅感覺係完全正常嘅。呢個就好似你跑步啊，身體會發熱啊，會出汗啊。你會唔會將出汗當成跑步嘅目標？梗係唔會啦。你嘅目標係健康，係體能變好。神秘體驗就同出汗一樣，只係一個現象，身體起緊變化。第二，容易令你上癮，呢啲體驗好新奇，好容易令人產生哇我好犀利，我有功夫啦呢啲錯覺。一旦你開始中意咗呢種感覺，你就會不自覺咁去追求佢。今日冇感覺啦，你就會失落、懷疑。為咗揾翻種感覺，你可能仲會用一啲唔正確嘅方法去強求，咁樣就好危險，好容易搞到身心出問題，亦即係所謂嘅走火入魔。第三就係好容易令人分心，唔記得咗真正重要嘅事。當你成個腦諗住我今日會唔會見到光，我嘅氣感強唔強嘅時候，你就唔記得咗修行嘅初衷係咩？我哋修行嘅目的係為咗解決生活中嘅實際問題，係為咗令自己活得更明白、更通透。你將啲精力全部擺喺呢啲虛無縹緲嘅感覺上面，就好似一個學生唔去好好讀書，反而日日研究邊支筆寫字好睇啲一樣，完全係本末倒置。講到底，追求神秘體驗呢，就係一種精神上嘅自娛自樂，唔會令你生活變得更好。咁到底咩先至係我哋應該追求嘅生命轉化？呢種轉化唔係一種短暫刺激嘅感覺，而係一種穩定、持久、深刻嘅改變，係你嘅生命質素實實在在嘅提升。佢體現喺你每日嘅生活裏面，其他人都可以感覺到嘅變化。轉化主要體現喺三個方面。第一，身體嘅轉化，例如以前容易手腳冰冷、睡眠質素差、肩頸僵硬、腰酸背痛，轉化之後你可能精力充沛咗，瞓得好咗，身體由內到外感覺都係溫暖通暢嘅。你感覺對自己身體嘅掌控力強咗，佢唔再係一個成日出問題嘅麻煩。第二就係情緒同心態嘅轉化，例如以前容易焦慮啦，成日亂發脾氣啊，遇到少少事就心煩意亂啊，中意轉牛角尖，容易記仇。轉化之後心態平和咗，一樣係遇到塞車，俾人誤解呢啲事，你發現自己冇咁容易嬲，可以一笑置之。你對屋企人、同事多咗耐性，就算有負面情緒，佢都好快會過去，唔會喺你個心度留好耐。你成個人俾人嘅感覺係穩定從容嘅。第三就係智慧同解決問題能力嘅轉化。例如以前睇問題非黑即白，容易衝動做決定，遇到複雜情況個腦亂晒龍。轉化後睇問題嘅角度全面咗，能夠理解事情嘅複雜性，唔再輕易下判斷，處理事情有條理咗。你變得更加清明，知道咩係重要，咩係無關重要，唔會再為咗啲小事增加煩惱。所以衡量你修行有冇進步嘅標準非常簡單，根本唔需要問人，你就問自己幾個問題。同半年前比起，我嘅身體係好咗定係差咗？同半年前比起，我發脾氣嘅次數係多咗定係少咗？同半年前比起，我同屋企人嘅關係係和諧咗定係緊張咗？同半年前比起，我處理工作嘅壓力係輕鬆咗定係困難咗？呢啲問題嘅答案呢，就係你修行最真實嘅成績表。嗰啲一閃即逝嘅光、熱、麻，由得佢哋自生自滅，根本唔使理。將你嘅全部注意力擺喺改善你實實在在嘅生活上面。當你嘅生活真係因為修行而變得更健康、更平靜、更和諧嘅時候，你就行啱咗條路啦。